整个埤头排水治理，我们是以总和治水的观念来办理。那其中埤头排水，那总共呢有3.8公里，花了8亿元。那另外呢，滞洪池啊，也总共有10.8万吨的一个滞洪池。埤头社区还有永安宫，还有林子林的社区啊，总共加起来呢，我们的抽水量啊达到35 CMS。这几年下来，经过这样子的一个总和治水观念，从排水系统、滞洪池还有抽水站整个兴建完成以后，就不会再产生异烟。麻柚呢，它的一个保护面积呢是差不多44公顷，那麻宫呢将近有70公顷左右。在整个一个保护标的，除了工业区以外，那还有林子林社区有60户啊，还有呢这附近的那个柚子园。那柚子园将近有40公顷。首先，我们非常感谢我们水利局投资这么大的经费呢，新建这2座抽水站了过去呢，这个抽水站还没做以前落雨就拢这水拢霸过平，拢因为阮埤头过所以就是阮埤头抽水抽袂赴水利局投入这侪钱呢，一定会当改善咱麻豆工业区埤头小埤的积淹水，包括这个。麻豆交流道的淹水呢，可能会妥善的彻底解决了。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我们特别来麻豆这边来看这个新盖的麻柚抽水站。2018年0823的时候也淹得很严重，在埤头、在林阿拿以及在小埤这边还有市区都有淹水。到了2020年的时候，也有这个虽然面积减少了，但是也还是有淹水，在林子寮跟小埤社区也都有淹水那就是说，我们一步一步的，在过去到现在治水的工作是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就一步一步的做。大家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抽水站以及箱涵的建设，都希望民众能够得到一个最基本的生命财产安全保障。尤其麻豆很多农民都种柚子，柚子可以说1年才收获1次，如果碰一次这个夏天的台风或是淹水整个今年度就收入都泡汤了。所以我们不管是抽水机、抽水站的建制，或者是农路的整修，甚至帮忙文旦柚子成熟之后帮忙产销、帮忙销售，这些都是政府也能够帮忙民众来做的。我们也愿意让努力来做，然后提供给农民民众更好的生活。你好，是阮家欢收看10月19号中嘉台南电新闻。由中央所奖助会当长期徛起的照护机构，伫咱台南将选伫玉井设立。机构就位伫台20山边，占地嘛真宽。立委郭国文上午邀集立法院财政委员会等相关单位会勘，一方面了解中央补助的执行状况。另外嘛，针对增加门诊医疗进行可行性的评估，希望进一步提升偏乡医疗。由卫生福利部台南病院负责规划甲执行的玉井自主型长期照护机构，总经费大约4.5亿，中央补助4亿3，地方自筹4.2%，预计兴建地上3楼，大约200床。对此，立委郭国文上午透过立法院财政委员会邀集相关的单位会勘，一方面了解执行的状况，另外嘛希望争取设立联合门诊的可行性。在这块基地里面规划的位置，事实上是要建3层。然后它的楼地板面积是6475，那它预计会规划200床的床位，那这些经费，大部分是由长照师补助这样，但是自筹的费用，现在是4.2了相对于所有的补助里面事实上台南医院是负担
相对的比较高的一家医院呐，哈。架设起来的这个建品的话，大概是6000坪、3000嘛，所以你到底有没有这个保留这个空间跟可能性哈？我想还是要请院方这边规划，在新办计划当中保留一下，保留一下。那保留一下这个分院可能性，就可以突破那个联合门诊的状况，因为毕竟卫生所这边的相关的空间跟资源跟配备，然后弄一个比较成熟的一个医疗资源区恐怕还是相对有限的。所以说我这边要请执行长费心一下，费心一下。台南医院盘点一下我们这边的人力，然后再跟局里面在细部来谈，就是下一步的医疗的刚刚讲的清单然后这边我们很快就可以希望能够促成第二个就是说，刚刚那个经费，当然有一部分是我们长照基金的钱，我们会跟长照师这边再来讨论一下这个部分。那当然，刚刚还有一个说你们原本在第一期在预警这个室内的那个部分，我们也是一并要来检讨这个部分。那至于健保署跟那个基层医疗这个总额的这一块，我们再跟健保署也来研议了该计划伫今年9月核定，位置就伫台20线的边啊，占地大约1公顷，上计明年动工。预计伫民国116年第3季会完工启用。至于联合门诊的部分，会长嘛达成共识，将由卫生局加台南病院来研商，希望将药剂混医会用的纳入可行性的评估。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距离明年选举剩不到3个月，为了选到反贿选，市府政风处邀请3位轎走唱团，以演奏搭配台南地检署检察官用戏剧的表演，趣味活泼的表达，甲过去真无同款，希望让社区长辈会当清楚了解反贿选。剩无3个月就要选举，伫台南就举办一场走找你我的歌声活动。邀请100多位长辈到场，宣导反贿选观念。即摆即个诈骗真济啦吼，那么有可能透过即个选举的因素，大家索取你的身份证，也是索取你的其他的即个所谓，也是啥物来换你的选票，即种的咱就爱来甲拒绝。所以咱才有看到千里有眼，隔墙有耳，咱就爱反贿选保平安民主得来不易，每一票拢足珍贵的咱的即个选举的过程内底，咱就是爱拒绝即个贿选咱会当互咱的民主来作为这个呈现。利用即个选举，爱好好投票咱手中的新型的票安排去讲安尼凊彩偌济钱就去买去。地检署较早咧办这选举的案件的时阵，有当时会去看到讲咱的咱们的老人家因为人情也是安尼问题，去共收钱去转互人，去到后来拢真后悔我看了是有哪种唔甘的。市府政风处也邀请3位轎走唱团，专程演唱老歌，配合轻松趣味的表演，将反贿选观念用趣味的方式表达，让在场长辈轻松了解买票甲卖票法律责任。这台仔真正是足水的啦毋过我会感觉听见阮隔壁迄个同行掠去关尔呢，讲毋知是敢是共摕来啊的，安尼你着爱安尼问迄个条例的人知无？将硬邦邦的法律用乐团走唱方式宣传，希望借此提升年长族群的反贿选意识。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好像焦虑当中，国际名称的乌面腊杯，今年第一批伫9月初飞来台南7个以后，目前已经有450只，除了代表欣赏乌面腊杯季节来啊。今年乌面腊杯保育季嘛要以守护虾皮10档有成，10月28要伫7个正王府登场，邀请大家做伙来见证。伫双十国庆过后，根据台南市生态保育协会统计，乌面腊杯飞来台南7个客家庭所在过冬，已经有450只，嘛成为乌面腊杯伫台湾上大天群食米的所在。伫这10冬来，台南为了守护这群世界级的珍贵鸟客，做了真大努力。所以今年为了展示守护乌面腊杯快乐家园10冬有成。协会特别推出纪念邮票，毛济艺术家推出创作相当的歌水，
加上信义、破坏甲在港3间角色，嘛推出保育为本，要互保育观念向下扎根。是要继续来推展咱的保育落实咱的保育教育吼。啊，一方面是要展现咱10年推展的成果吼。每当安尼乌面老杯是一档比一档较侪吼。目前为止，咱今年2279只，比去年来讲加400多只。这当再显示讲，咱落实咱的生态教育，安尼优质环境，互咱乌面老杯一档比一档较侪只来参加，互伊介意这个所在吼。今年乌面拉杯保育季下咧活动，10月28日将伫7个嘉旺湖广场开幕，邀请民众到台南生态旅游，观赏乌面拉杯甲过冬的鸟类，做伙来落实保育行动。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你敢知影古早市集甲现代市集有啥物款的差别？台南市丽林国小透过带学生亲自访问周边市场，并且画出一张专属于故乡和周边的地图，要大家清楚认识。丽林国小甲广大幼儿园合办生活为市集生活展览，首先由学生发表手画创作附写为美式游学地图，顶悬拢是学生描绘出家己家乡社区的必比登美食。小朋友他们自己去搜寻资料，看他们喜欢画哪一道美食，然后呢，搜寻他们的资料之后，把那个照片印出来之后，他们是看着，然后再加上自己的创意，然后用色铅笔去画这个食物。这张地图顶悬有多达27道美食，呈现出写实的画面以及社区市集的样貌。学校竟带领学生前往附近的阿伯寮市场、复兴大饭店、甲国华街市集，用这张图画导览介绍故事。透过这样子一个让贴近孩子他们生活经验和实地的一个操作体验之下，他们能够了解市集在他们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的部位和部分。那我们希望说，孩子从今天开始，能够把生活周遭的市集，把它纳进他们的生活里面。学生也佮家己创作的市集，用伫画作做伙来办桌。学校伫现场也特别准备挂包、碗粿、豆花等美食，予学生品尝。这唔但予学生学习到相关的艺术概念，更用家乡的好滋味落实实农教育。台南市民孙怀采访报道。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长期自闭症协进会为了让自闭症的囡仔透过多元参与来感受幸福，伫家长陪同，因正骑脚踏车驶台湾。19号对台南东区出发，要继续因的行程。宜兰台南市将成立的自闭症关怀协会，嘛号召大约25台重型机车，陪因骑了一段路。就祝福台南的乡亲知影，协会成立将陪伴自闭症的家庭有更较侪资源甲学习。同市自闭症协进会为鼓励新生儿行出户外接触人群，为108年起，首次举办全领自闭儿骑脚踏车环岛活动。首届举办时，新生儿就大约骑了1000公里，非常的无简单。这几冬因为疫情的原因，活动暂缓。现在疫情降温，桃园市自闭症协进会决定再次带领囡仔出发，希望透过活动推广 CRPD 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
我们这次的活动也为的也是要全省来倡导我们 CRPT 的精神啊，在人权上啊，人人平等啊，不接受这个歧视，也不接受霸凌等等等啊的相关的公约的规定。那这次我们活动非常的顺利，我们总共的从桃园出发，15号出发到今天啊，我们经过了花莲、台东。然后一路到台南来，明天等一下下午会到嘉义啊，然后陆陆续续这几个行程当中，28个工作人员，10个我们工坊的孩子，我们还有10组的亲儿啊，10个家长陪同，然后还有我们的工作人员，总共有8个人啊，然后一路这样子来在这次的活动啊，希望能够来完成整个行程。这次单车环台活动，15号为桃园出发后，18日到达台南。暗时日大东区塔木德饭店，经过一暝休困，19日再度启程。市员朱正轩、蔡立青、周家伟也拢到场为新生儿加油打气。我们台南市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我们的自闭症关怀协会已经正式成立了。那透过这样的社团，我们要让更多的自闭症的病友还有家属都可以知道他们并不孤单，还有很多的社会资源可以提供，让病友们可以走出来，认识更多的人，也让社会大众可以对病友有更多的认识，然后来更多的友善。今天是从南到北的一个串联，所以我们很感动。那刚才我们桃园理事长也是希望我们往后多支持这样的活动，就像我们之前所办的脑性麻痹协会，我们都希望他可以走出来，可以跟人群接触，甚至以后他可以有一个正常的工作，不要受到歧视。那我希望借由社会大众的这种活动呢，去呼吁我们的大众去重视他们，然后帮助他们。我觉得大家多出一点力量，那可以给他们一个很大的帮助，很大的温暖。台南市自闭症关怀协会这次也号召来了25位重机车友陪骑，沿路保护生理的安全，展现台南人的热情甲善良。因为我们是4月才刚成立的这个社团法人台南市自闭症协会，那来参访我们呢，顺便呢跟我们一起，我们呢陪同他们小朋友呢骑一段他们的这个环岛路线。那我们也邀请了我们台南的一些重机骑士啊，因为我们的理事自己本身也是在玩重机，那等一下重机骑士们会当前导，然后陪伴孩子骑一段路，然后在这边呢就是也跟大家来宣示，就是说这个身障者的权益公约，还有我们台南已经有自己的自闭症协会了，那可以陪伴我们台南这边的家属可以有更多的资源跟协助。同时，自闭症协进会表示，每一个自闭儿拢有特色，平常时伫新庄社区里间做也设施学习，希望让因学习到独立并适应社会生活。这座单车环台活动，除了宣导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以外，也希望因会当行出户外，建立甲他人互动能力。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2023年，台南艺术节将伫10月21号登场，今以青春梦作为主题，规划了戏剧、舞蹈加音乐等等多元超过60场的精彩电影，邀请大家做伙来参与。九天民俗技艺团的表演为2023年台南艺术节拉开序幕。这次以青春梦为主题，透过办的料理概念，结合少年创作者历史展示，甲跨国合作的脉络。青春梦就是你讲，刚刚讲咱台南有400档，甲这个全世界拢看1000档、2000档的城市无共款哦。咱就是一个较少年的城市，咱搁去追求咱的这个未来定位，甲咱大家的方向，所以甲少年人较有关系。这次的设定受到台南在地办的文化启发，强调首演甲独特性。这2道大菜分别是秀琴歌剧团找来红红边，甲比利时剧团找来的我们不就正在迈向新时代，和观众品味到无同风格艺术表演。这种兼具国际性跟在地性，以及对于这种青年参与等等各方面的考虑。那这个是我们这次艺术节在整个工作方法上的不一样。不管是传统现代，也是展览工作坊，多达60场次的演出，要造予民众一场丰富的基本响应。台南艺术节将伫10月21号开幕，当天邀请到台南在地剧团影响新剧场演出，系列活动也将持续到12月3号。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
大新营嘉年华今年办已经是第13档，身为台南新营区一年一度的盛事。今年新营公所都来邀请150间店家，11月4号、5号2天在民权路丰街举办以外，并且规划2月7日以骑友摆设新营送毛菜羹等好康，借出来拼经济，推展新营观光。已经迈入第13档的大新营嘉年华，主办的新营区公所为了拼地方经济甲观光，邀集侪商店配合宣传，将记者会现场4号领灯拢被特色的美食所包围，有澎湃板凳菜、有小食甜点以及招牌伴手礼。连副秘书长嘛讲，伊伫新营20几档，也毋知有遮尔侪好料。邀请大家11月4号、5号2天拢来新营。今天才知道，我们台南，我们的新营，我们是服务盛礼的一个美食之都，新营也是最市人居，也是最好找美食的地方都在前面13年来，我们尤其在去年疫情的尾声，我们也同样推出我们的嘉年华会。但是虽然有受疫情的影响，但是我们新营公所跟我们金花局还有各位好朋友们的大力的相挺也都交出了一个非常亮丽的成绩。迎接新营一年一度的盛事，经济发展局嘛借此宣传台南购物节，消费100以上上网登录都有机会抽大奖。到18号为止，目前消费金额已经累积到13亿，嘛请大家期待后续也会公布新币的好康。购物节就是甲这个活动同时来推，同时并进以往的咱个购物节的活动的时阵，咱个发票加迄个载具，会当登录了。今年手机嘛会使啦，手机会嘛会使。较早时200块，咱一个抽奖即马满100块就会使满100块就会使像你的手机都当利用，而且伊是会当联机的你若超过100块，伊就给一个抽奖器互你。台南新闻军籍采访报道。台南市一名6个月婴儿因为皮肤出现瘤皮、红疹、起水泡，经过市立病院诊断，发现是异位性皮肤炎。医生提醒，这款的病症都要用类固醇的药膏治疗，同时要特别注意保湿，皮肤才会当有明显的改善。异位性皮肤炎是一种慢性加反复发作的皮肤瘙痒性的疾病。严重者，皮肤会出现湿疹、红斑，甚至会流汤。初期有水泡加结痂，久以后就会脱屑加苔藓化的情形。一般的婴幼儿大部分拢发生伫个面部、颔管加四肢的关节。台南市立病院小儿科医师陈慧根表示，治疗异位性皮肤炎，除了类固醇的药膏，另外嘛要注意保湿，因此病院嘛推出湿敷的疗法。异位性皮肤炎的小孩，他尖上在皮肤上的结构就是比较脆弱，那我们必须要再把这一层就是补起来。对，那补起来之后，他皮肤才可以就是做好，水分不会去散失，而且外来的过敏源不会就是从外来侵入到皮肤这样子，那进而造成皮肤发炎。那目前医院还可以去给予的治疗就是说，如果他在擦完类固醇药膏，效果还是不理想的时候，我们可以加上湿敷疗法去做一个处理。那湿敷疗法就是说，在涂原有的药物之上，再用湿的纱布以及干的纱布去做一个保护，那再加上弹性绷带。去做一个固定，那时间大概维持2个小时左右就可以拆掉。那这个好处就是可以防止搔抓，那减少药物剂量的使用。医师提醒，异位性皮肤炎的发作，除了环境过敏源的刺激，另外食物嘛有可能造成过敏。当症状一直发作，上好是要找医师来咨询，找出引起过敏的原因，避免刺激。才能减少异位性皮肤炎的发生。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
感谢收看10月19日中嘉台南电新闻，我是顾文杰，咱再会。